来为中国进口的辣椒粉，防验出有含禁用的致癌的色素苏丹红。各地卫生局嘛陆续验出着违规的产品，多场出名的餐厅嘛用着这种出问题的辣椒粉。位伫台中百货公司内底，汉来美食旗下的汉来鲜嘛用着这种的辣椒粉来做调味料。汉来强调讲，使用量无多，无到1公斤。内部收到消息了后，已经全面来回收。也毋过负责调查的台中的食安处一开始发出的新闻稿，是甲汉来鲜写做台中汉来海港餐厅，这是让业者真不满。因为汉来鲜全台湾敢若一间，但是汉来海港餐厅全台湾拢有，知名度嘛较悬，即摆互拍歹名声，恐惊影响嘛真大。真的好吃哦！总铺师处理行业手法真流利，这是伫台中的汉来鲜，是汉来美食的旗下专门做广东菜和川货料理的餐厅。也毋过即摆轰炸出冒尖蓝苏丹红的环境粉。一透早都开门，食安处人员就来考察，了解实际使用状况。它不像盐哦，它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的调味嘛。辣椒粉其实是一个使用非常少量的一种，就是调味料。我想大概真的是几两的量而已吧。业者回应讲，因为料理内底真罕来用到环境粉，进货量也无多。内部收到消息了后，已经马上回收。是讲发布消息的台中食安处，一开始伫新闻稿内底是写汉来海港餐厅台中有进货。因为海港餐厅全台拢有，比敢若一间的汉来鲜加真有名，互业者真不满。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。第二个是所有的这个资料里面，我们也没有使用这个辣椒粉。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的海港造成，而且它是一个buffet餐厅，其实这个影响蛮大的。那现怎是汉来鲜进货使用？新闻稿说写汉来餐厅，食安处伫结果进前无回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